Hi，我係 Ling。經過超級颶風華加莎後，大家應該好明白大自然嘅力量。我哋嘅身體係一個十分複雜嘅有機體，又係一個小宇宙。身體好重要，能量更加重要，決定一個人嘅精氣神、能量、運氣、氣息，甚至命運。每日觀察自己四個生命元素，睇下你有幾健康。第一，起身之後有冇感受到開心、活力、幸福感？第二，排毒排水正常、舒服嗎？第三，有冇胃口心情食早餐？第四，每晚都可以安心舒服入睡。如果以上四點都十分理想正常，我要恭喜你，你嘅精氣神指數已經十分健康，超越世界一般人標準90%。祝福大家能量滿滿。